2堂礼拜在1分钟后开始。大家平安，很开心在星期天我们又可以一起来敬拜赞美神，让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赞美。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让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可以一起合一的来敬拜赞美你。主啊，不管外在环境怎样，但我们知道你是爱我们的神，我们还是要大声喜乐的来赞美你。孩子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让我们一起大声的来唱这首歌。主啊，有你在，你就是我们的喜乐泉源。来充满我，生命泉源，来浇灌我，有你同行，不再惧怕，无论何处。紧紧跟随，喜乐河流，喜乐河流，来充满我，生命泉源，来浇灌我，有你同行，有你同行，不再惧怕，无论何处，紧紧跟随。我们一起大声唱。我要 walk in the river， 我要 jump in the river， 我要 dance in the river of joy。我要 walk in the river， 我要 jump in the river， 我要 dance in the river of joy。我们现在跟我们四周的朋友挥挥手。疫情期间，大家还能见面，非常的开心。让我们一起带着喜乐心，一起来唱这首歌。喜乐河流，来充满我，生命泉源，来浇灌我，有你同行，不再惧怕，无论何处，紧紧跟随。让我们再一次大声来宣告：河流来充满我，生命泉源来浇灌我，有你同行，不再惧怕，无论何处，紧紧跟随。我们一起大声唱：我要walk in the river， 我要 jump in the river， 我要 dance in the river of joy。我要 walk in the river， 我要 jump in the river， 我要 dance in the river of joy。带着喜乐的心来唱，我要 walk in the river， 我要 jump in the river， 我要 dance in the river of joy。感谢主耶稣，让我们还是可以在这边敬拜赞美他。让我们一样带着喜乐的心，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持续的拍手来赞美。主宝座。
是创造主，你是新拯救，你救赎我，你是主最大的医生，你是丰盛之主，你是我的牧者，引领我，耶稣我君王，我赞美你。让我们再次从头来唱主啊，我们对你扬声欢呼，我们要来赞美你。扬声欢呼赞美，称颂我的王，高声颂扬欢唱，哈利路亚，来到主宝座前，正从赞美他，我们欢呼喜乐，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对神说：你是创造主，你是新拯救，你救赎我，你是主最大的医生，你是丰盛之主，你是我的牧者，引领我，耶稣我君王，我赞美你。主啊，你是创造主，你是创造主，你是新拯救，你救赎我，你是主最大的医生，你是丰盛之主，你是我的牧者，引领我，耶稣我君王，我赞美你。你是创造主，你是创造主，你是新拯救。主啊，你救赎我们，救赎我，你是主最大的医生，你是丰盛之主，你是我的牧者，引领我，耶稣我君王，我赞美你。再一次我们来说，你是创造主，你是新拯救，你救赎我，你是主最大的医生，你是丰盛之主，你是我的牧者，引领我，耶稣我君王，我赞美你。主啊，我们要对你来唱。我们在这时候，我们要献上我们的祷告。主，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在你掌握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主啊，我们要对你来祷告。我们现在一起低头来祷告。主啊，感谢你，你是我们的牧者，是我们的老师，更是那位对我们施行拯救的神。你看见我们的软弱，看见我们的需要，而你总会温柔地赐下平安及恩典，牵着我们走这条人生路。主啊，我们要更多来注目你，更多来定睛向你，更多的来依靠你，更多的来爱你，因为你是那掌管一切并又如此爱我们的神，是那真真实实使我们心得满足的神。孩子再次献上感谢，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让我们用祷告的心来唱这首歌。主，你温柔的圣灵，主温柔的圣灵，让我全心感受，渗透我的生命，赐下平静和安息。
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主啊，无论遭遇何事，我们都要扬声歌唱，因为我们知道有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再一次从头来唱，用祷告的心对主耶稣来唱。这温柔的圣灵，让我全心感受，渗透我的生命，赐下平静和安息。你是我心的满足，主慈爱的真理，主慈爱的真理，你荣光照向我，保卫我的身体，赐下平静和安息，让我感受你的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在呼召我之处，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啊，无论遭遇何事，我们要学习来仰望你；无论遭遇何事，我们要大声的来呼求你；无论遭遇何事，我们要扬声来赞美你。主啊，我们再次将我们全心全人交托仰望在你手中，求你保守看顾，也求主赐我们更坚定依靠你的心，不管任何处境，总要大声地说你那美好的恩典与福音。孩子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请我们依然站立，我们用使徒信经来做信仰告白。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请坐。接下来奉献，我们请服侍的同工。我们一起来做祷告。主啊，再一次感谢你引领我们到你的面前，乘坐，让我们作为你的儿女。主啊，祈求你保守
在这疫情的中间，有许多人不能来到教会，或者是在我们的生活中有许许多多的不方便。但主，即便在这疫情当中，我们要像在今天经文保罗所说的一样，我们依然在这混乱的世界中，要活出基督徒的样式。主，再一次祈求你看顾我们所有弟兄姐妹，能够平安健康，也祈求你看顾我们接下来的聚会，都能有属你的旨意在当中。现在我们也要用你教导我们的主祷文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报告。好，我们一起来看周报。大家有周报吗？好，教会消息。我们1楼现在因为进行厨具改装，然后有造成诸多的不便，感谢弟兄姐妹的体谅。那近期就即将完工。第2项是本堂的干事，我们英姐她因为确诊，所以无法前来教会当值。那也求主保守医治她，能够早日康复。第3项，6月20到21号，2位牧师将前往新竹圣经学院参加牧者的研习，图像式讲道法。那这边更正第4项是6月26号是福音主日。那我们特别邀请台北马偕医院的院牧郭雅胜传道师分享生命见证。那他如何走出车祸的身障的阴霾，迈向呼召之路。第5项，请各团契会长在6月21号前提交第3季的团契活动和服事排班给干事。那第6点是近期请留意个人身体的状况，如果有确诊、居家隔离或需要自主健康管理的状况，请务必照防疫规定。那也希望主的医治和平安和大家同在，保守大家不过度的恐慌。团契消息，因应疫情的发展，我们松年情社和妇女团契6月份的聚会都暂停。那社青青少年和儿童主日学都是线上的教学。接下来是肢体消息，恭喜那个五郎以及丽娟2位长老的2千金吴以家姐妹和于忠汉先生在昨天完成结婚的登记。那愿主赐福保守他们的婚姻，龙神一人，甘苦与共，相爱一世。好，报告到这边。那个奉献明细，如果自己看，如果有错的，再跟会计来更改。圣经，一起来看今天的圣经，在腓立比书1章12到18节。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圣经的话读到这边，接下来正道我们请知美牧师，他的题目是福音的大能。大家平安。
好，上个礼拜我们有谈到，我们在这幽暗势力掌权的这个世界里哈，如果我们能够以一位基督徒的身份好好活着，那就是一个见证。不用想说去传福音什么，只要我们能好，当然这是个前提，我们先以一个基督徒的身份好好活着，我们其实就是在做见证了，因为别人看了我们的好行为，就会觉得这个基督徒还不错这样子。好，那这几年呢，在牧师的教导当中，相信大家也渐渐明白，基督信仰的本质与目的，绝对不是只有为了要让自己可以成功、可以健康、无灾无病。因为说实在话啦，坦白来讲，一个人会进入一个信仰，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点私心，希望呢，我借由这个信仰可以有成功，希望我借由这个信仰，我可以无灾无病这样子。好，但是呢，成为一位基督徒，其实他最主要的目的呢，应该是要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在主里可以更丰盛。这个丰盛不一定不等于成功哦。好，因为就像保罗，我不论是处在高处在低处，我不论是处富贵还是处贫穷，他都得了秘诀，对不对？他都得了秘诀，他都可以很丰盛的。好，所以呢，成为一个基督徒，就是为了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跟我们的主紧紧相连，以神为乐啊！要以神为乐，我们的活着的目的就是要以神为乐，让我们这一生所做的一切的努力，都不是虚空的虚空。好，让我们一生所做的努力都是有根有基的，以至于在我们以基督徒身份活着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人性嘛，我们总是会对很多事情会充满期待。比如说，我们会对这个信仰有什么回馈充满期待？哈，刚才有谈到的，我们对自己基督徒的身份也有些期待。我们期待自己的言行可以影响一些未信的人。我们四周围都有一些可能同事啊、朋友啦，他们可能未信主，希望我们借由我们的言行举止，也可以影响他们对我们有不一样的，对基督徒有不一样的观感。若是能借着自己的言行，然后呢，让别人也跟着一起来信主，哇，我想这应该是非常喝彩，可以去放鞭炮的事情，这样子。好，所以当圣灵降临，耶稣的门徒各自领受了不同的使命，就向着他们的宣教地出发。在初代教会那个时候，圣灵降临。好，圣灵降临之后，耶稣的12个门徒，当然除了他们之外，还有其他在场的门徒，他们也领受了圣灵。他们向着他们的宣教地出发，要将福音广传。其中一个还不在场，是比较后面才被圣灵充满，被耶稣翻转生命的使徒保罗。保罗他也是初代教会的宣教士之一，他自然也会对自己所传的福音、所关心的教会会有所期待。我们除了在使徒行传也看到还有许多保罗的书信，也有看到他如何回应他的呼召，他如何对教会，他在他自己本身受逼迫、受攻击的时候，他在他的宣教的旅程是做了怎样的努力跟怎样的选择。好，在使徒保罗宣教传福音的过程，最特别的就是他曾经被抓去关起来。他因为传福音被罗马政府抓去关在监牢里，或者是被软禁起来这样子。牧师在查经祷告会多次说明，使徒保罗呢，他传福音的对象是外邦人，就是还不信主的那些人。所以当他到了那一些相对于基督徒，相对于耶路撒冷来讲，到了异文化，就是不同文化的那个地区宣教的时候呢，一定会有文化上的冲突。除此之外，我们讲说入境随俗嘛，文化上的冲突当然是难免啦，哈，大家都还可以有心里有个底这样子。可是呢，除了文化上的差异，还有一个保罗面对的攻击，就是旅居外地的犹太人的攻击。因为有一些在当时，因为罗马政府对基督教、对犹太教都不太友善，所以当罗马政府在耶路撒冷这个地区在逼迫基督徒的时候，很多基督徒就四散逃到各地。以我们现在来讲，就是华侨啦，旅居各地的华侨这个意思。好，那这些犹太人呢，散落在各地的犹太人，他们对保罗的宣教非常的不以为意。好，他们认为
保罗呢是在传异端，因为犹太人有一些大部分的犹太人还在等待他们的弥赛亚。好，总而言之，保罗他宣教所到之地，都会引起当地的一些小混乱，就是那些犹太人抵挡他，好，这些小纷乱这样子。这些骚动啊，对罗马帝国来讲，因为罗马帝国非常的广大，幅员非常的大，他们希望每一个地区都能够安安静静，就是很安定、很安稳，他们的帝国才得以维护、才维持。好，那像这样子的一种纷纷扰扰的这种未爆弹，对罗马帝国来讲，罗马政府来讲，就像一个未爆弹。有些地区的首长没有办法容忍，常常要面对这种很纷纷扰扰的事情，他们觉得很烦。他们很不想面对这种常常让他们举棋不定的情况，于是呢，他们干脆就把保罗关起来，先抓头嘛，先把这个头抓起来以后呢，杀鸡儆猴，他们就让教会群龙无首，他们认为这样子的话，纷争就可以自然就落定。好，保罗被监禁，保罗被关起来，就像当初耶稣受难一样。他们都是属于政治犯呐，以我们现在的说法，就是他们当时就是政治犯。他们并不是在道德上有什么缺失、有什么瑕疵被抓去关。虽然他们只是政治犯，但是一般人对政治犯都会做负面的解读，都会觉得说，这个人应该是做了什么不太好的事情，好，所以才会必须关起来。好，当保罗被监禁，那掌管幽暗世界的这个势力，当然就不会放过这个落井下石的机会。他们要企图乘胜追击，企图来瓦解教会，让当时聚在一起的基督徒他们的信心溃散。我想没有人喜欢自己的信仰受到误解、受到扭曲。但是以台湾目前宣教的这个处境来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在宣教传福音的过程当中，遇到一个最大的误解，或最大一个让大家觉得很不舒服的，就是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上帝这件事。我们会觉得，对啊，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上帝，没有错啊，理所当然啊。可是未信主的人不这么想，他们会觉得我们好像在霸凌一样。因为拜妈祖的可以拜妈祖，可以拜关公啊，可以拜大大小小什么三太子啊，什么都可以拜啊。为什么只有你们上帝只能拜上帝，其他都不能拜？为什么？感觉是有一点怎么样？台语说阿爸啦，就觉得你们基督徒怎么这么阿爸这样子？其实就连保罗自己都不太会这么去直接对垒，直球进去这样子。保罗在宣教的时候，他不会说你们拜的都是假神，你们这都是假的。保罗不会这样直接讲。保罗说什么？保罗说，你们这个神明很多，但是还有一位你们还不认识。有一位你们还不认识。保罗很有智慧，就是还有一位未识之神啊。再来还有一个会让在台湾的住民会有一些误解的，就是三一上帝。我们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一上帝嘛？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人跟你们周遭的同学啊、同事啊或家人解释过三一上帝这件事情？不错哦，因为这个三一上帝其实真的很难解释得清楚啦哈。一般有的时候他们会想说，那你们的上帝到底是耶和华，还是耶稣，还是圣灵呢？为什么有时候你说主耶稣啊，有时候说耶和华上帝啊，然后有时候圣灵啊求你来，那你们的神到底是哪一个？未信主的人他们会母萨撒，他们会搞不清楚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好，所以对许多信徒来讲，其实要解释三一上帝这个真理，真的也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很容易解释清楚，除非对方他非常有耐心，他的心也很柔软，愿意听你这样子讲，听你这样的解释。另外还有一些会让未信的人对我们信仰会有一些误解的，就是我们的新生活守则。就在保罗书信里面有很多新生活守则，基督徒里的新生活啊等等的，比如说要谦卑再谦卑这样，或者是不可以论断人，不可以说八卦，
不可以论断人，跟不可以说八卦，对于现在网络社群这么发达的这样子的一个社群媒体里面，我不晓得你们会不会跟着说八卦啦哈？当公司的同事啊，在那边互道垃圾或什么的，你们会不会也给他加码？好，给他加码下去。可是我们的信仰其实是不太，好，你们懂牧师的意思就好了。好，然后呢，我们又说什么？又说活着是为基督，死了更有益处。这个在我们这个处处充满竞争、贪婪、好还要更好，永远都无法满足的这个社会价值观里，其实我们牧师刚刚只是举了几些简单的例子而已。我们真的要以一个基督徒身份好好活着的时候，其实我们跟这个社会其实有点格格不入啊。但是也因为这样的格格不入，才显得我们真的是被分别出来的。好，在上个主日有谈到我们所经历，也谈到说我们所经历人生的苦难，那些人生中的伤痕，其实都是我们在基督里可以靠主从死里复活的见证。虽然牧师这样子讲到，虽然我们也知道说，我们苦难、我们的伤痕，就像耶稣的伤痕一样，成为他从死里复活的见证。好，对啊，没错啊。可是当我们正在经历苦难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动摇。当我们面对人生难题的时候，我们内心还是会动摇。然后呢，我们不止自己动摇，我们还要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们。那些未信的人会想说，啊，你不是信耶稣吗？啊，耶稣怎么没有保你平安？啊，为什么耶稣没有让你成功？别人给我们的压力，我们也很大，对不对？因为我们总觉得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好见证，好见证就等于成功才行。可是现在不成功的时候，落在苦难里的时候，我们不止自己，还要关顾到别人的想法。那自己的问题也就算了。我们先摆一边，把自己的问题摆一边。马偕来台宣教150周年，台湾已经从福音的沙漠进步到已经有能力培育自己的神学家，培育自己的传道师。而且我们在台湾150年来大概有5、6代，已经经历了5、6代的基督徒了。好，5、6代的基督徒，在这么多代累积下来的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福音的出口啊。照理说都应该是可以为福音做见证的，是福音的出口。然后呢，我们应该是这个福音真的是传到台湾各个角落，应该是没有问题。可是呢，就像今天的经文有讲到，即便在这么多代的基督徒努力之下，还是难免会有人觉得很丧气。怎么说呢？有些教会充满嫉妒纷争。有些教会传福音充满自己的私心，动机不纯。有些教会为了传福音，他拉人来受洗，把传福音当作什么？当作业绩啊！我相信你们多多少少可能会有听到一些这种，把传福音当成在做业绩。不是传福音绝对不是在做业绩。在做业绩的这个过程当中，就避重就轻，只谈成功。只谈得胜，我们要背的十字架呢？十字架刚好遮住了啦，就没看到刚刚好而已。我们十字架被遮住了嘛？没有十字架，十字架绝口不提，因为觉得十字架羞耻，觉得自己的伤痕是羞辱，觉得自己曾经的苦难是没有见证。我们先输给自己先输给自己的信心了。以至于当我们只谈成功、只谈得胜，而不必谈十字架的时候，虽然有许多人可能因为这样就进来教会，但是呢，到最后也会让更多的人失望，然后离开教会。还有一些教会问题，就是有一些教会为了增长，硬是把别人的羊抢过来，然后就数落你们教会不好啦。你们教会很乱啊！你不要来我们建成，来我们这边 ，OK， 绝对没问题，好，真的是太好了。然后我们就一直不断的标榜自己，然后呢，只顾自己的需要，多还要再多，大还要再大。有一些教会就是这样子，就只顾自己，对于其他教会的需要一点就视而不见。
这样子其实是真的是一点见证都没有。所以这样诸多的现象导致我们现在台湾基督徒的人口不增反减。150年来，当然曾经往上冲一波，的确有冲一波，但是呢，冲到一波以后就开始，我们讲说好高原期哈，现在在讲高原期嘛，高原期之后开始好像有一点要，就跟疫情一样，好像开始走下坡了，真的是还蛮凄惨的。一个高原期并没有让台湾教会重新整顿再往上冲一波，反而是一这样往下掉。在教会历史中，我们看到各种传福音的乱象，对于认真活着的基督徒来说，真的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好像我们就背后被人家捅了一刀这样子。这种苦，其实感谢神，我们在腓立比书里面得到了安慰跟鼓励。在腓立比那个时代，充斥着攻击、谎言、有理说不清的那个环境里，其实好像跟我们其实真的没有差到哪里去。我们现在也是面对这样子的环境，而保罗他并没有向那一些试图扭曲福音的势力下战帖。保罗在那个时候，他没有选择直接去跟他们面对面。保罗选择单单仰望耶稣基督，他就做好他自己该做的本分就好了。他不断的写信给各个教会，在腓立比书信当中，他为信徒祷告，他对腓立比信徒非常的有信心、有盼望，也献上他的感恩，因为腓立比有接济他，就是有对他奉献，有帮助他的宣教事工。他也劝勉腓立比信徒要以基督的心为心，要行事为人，必须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要有一致的心思、一致的想法。我想在这一个礼拜，我们在读腓立比书的时候，这一些都是蛮熟悉的经文。保罗要腓立比教会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保罗相信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而事实也证明，保罗所遭遇的事情，不但没有让教会四散瓦解，反而使福音更加兴旺。我们请那个音控同工放 PPT， 在经文的 PPT 12到14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读12到14节就好了，一起读，请。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有的好，到这边就好了，对不起。好，保罗相信，即使他现在本身被关监牢的这样的情况呢，在世人来看实在是没有见证。他认为，即使福音被不单纯的动机来扭曲，或者是福音正在被不正确的方式传递出去，或者是那些领受福音的人，他们自己有他们自己的算盘，他们可能想借由这个信仰来得到自己的一些好处。照保罗的说法，即使在稳扎稳打、诚实无伪的信仰群体当中，也是会有老鼠屎啊。那么，即使是在风雨飘摇、欲振乏力的信仰群体当中，也会有基督的精兵。换句话说，这些现象对保罗来讲都没关系，都没有关系。不论你是处在怎么样的环境，对保罗来讲都没有关系，因为他相信福音的大能，并会亲自导正那些乱象。因为耶稣他要救一切相信他的人。牧师的父亲，我想有些弟兄姐妹可能知道，他一开始牧师在信主的时候。还有过几年，我叔妈在信主的时候，其实我爸爸对于这个信仰非常的排斥跟反感。排斥跟反感的一个原因就是政治色彩，长老教会的政治色彩。
虽然在我们建成没有，但是呢，以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政治色彩，对于不论是对于其他教派的人来讲，或者是对于未信的人来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几乎等同于民进党这样子的政治色彩。好，牧师的爸爸是外省人嘛，哈，所以呢，他那个时候刚好有一次，我叔妈他就拿着周报，做完礼拜拿周报回家，就放在茶几上。哇，我爸爸超生气的，说你们去，就开始噼啪骂，啊，我们就只能就是嘴巴关起来，就听他骂一骂，发现哦，好，就这样子了。我们在跟他传福音的时候真的很困难，我们真的也没办法传福音，跟他传福音。我们就只能选择做我们自己该做的本分，我们就尽自己基督徒该尽的本分，我们也不用再跟他争辩，我们也无法替福音来辩护啊，我们也没办法像保罗一样替福音来辩护。我们就是好好的站稳自己的角色。感谢神，在几年前，牧师的爸爸他就受洗，他愿意受洗，而且在长老教会受洗。这是谁的工作呢？是圣灵的工作。这完全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让我的父亲，让他对这个信仰的误解可以完全的被松开啊。我们并没有放弃，跟他传福音，我们还是继续的为他祷告。然后呢，在他心情好的时候，时不时我们就会叫子瑜、子群、子爱孙子嘛，就是你们跟爷爷讲个什么这样子，稍微邀一下怎么样的，也是要就是要有一点知所进退这样子。感谢主，上帝的时候到了，圣灵的工作让我父亲对于这个福音的误解可以解开。这就是福音的大能啊！这就是福音的大能。教会内部的人事物也是一样，教会内部不应该因为一个人的去留，或者是因为一个事工的成败，就有所动摇。教会内部的纷纷扰扰，很多时候都是在沟通不良这件事情。大家只想争个对错，每一个人都想要赢，没有人想要输，每一个人都想要自己的意见被采纳，所以呢，完全就没有，那时候耶稣基督就已经被丢在后面去了。大家都忘记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忘记我们在基督里是互为肢体、互相帮助的一个存在。但感谢神，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只要我们愿意在冲突发生的当下，我们还能想到耶稣，我们就要冷静下来。我们在那个当下一定要想到主耶稣，你才是我们的主，然后冷静下来，彼此顺服。然后呢，更进一步的要愿意在耶稣基督里化解彼此的冲突跟对立。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里的合一，这些都是保罗书信里面非常重要的字句。保罗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合一的重要。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放下自己的坚持，放下自己心里的不舒服，一切都以耶稣基督为主的时候，一切的破口都能够被堵住。即便已经冲突起来了，已经开始有裂痕了，有伤痕了，没有关系，我们还是要继续往耶稣基督的这条路奔走。那么，所有教会的伤痕也都必会成为我们在群体里面从死里复活的见证。我们不应该去羞愧谈我们过去受的怎么样的伤，因为那都是我们如今从死里复活的见证。福音的大能让我们不用去做无谓的争辩啊，以至于破坏应有的和谐。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为了和谐就避免争端，是这样子的。因为有的时候的确我们需要有一些冲撞，但是在冲撞的过程，就是我们需要有智慧，我们需要有基督在我们的心里。福音的大能是在我们已经尽力之后，如果还是没有办法有任何改善的时候，以我们现在教会来讲，就应该要选择放手交给耶稣，除非上帝有给你特别的
在一个乱世当中，特别的要像马丁路德或者像加尔文这样子的改教家，带头，我们讲说吹哨者啊，好，吹哨者，那是时代的一个呼召，那是时代的一个呼召。但是一般来讲，以一般的现况来讲，当我们已经尽力了，我们就应该放手交给耶稣。然后呢，不是说啊没用了，说破了嘴都没有用，我就离开，再见，我不要再跟你们再和在一起了，不是这样的，而是要在那个当下，即便在你已经被打趴了，都抬不起头来的时候，依然要在真理的轨道上继续站稳，继续站稳，守住自己基督徒该尽的本分。各位弟兄姐妹，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就一定会有问题发生，因为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只是我们千万不能因为教会的乱象，就对我们的主来失望。也不需要因为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碰到许多的挫折，在传福音的时候碰到许多的拦阻跟攻击，就丧志，就想说啊，我传福音我也不会传啊，都传不出去啊，别人都不听我的啊，怎样怎样的。我们不需要因为这样来丧志，我们要相信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因为耶稣基督要救一切相信他的人。我们一起起立，用这首诗歌来回应我们的呼召。我们每一个都是福音的大使，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受洗的时候就领受了主的呼召。我们所在之地，就是上帝呼召我们要前往的地方。不论是在你的公司、职场，还是在你的家庭，在你的教会，在你所到之处，就是上帝呼召你前往传福音之地。我们要以基督徒的身份，我们要先用基督徒的身份站稳。我们让圣灵先进入我们的心，来坚固我们、坚定我们，对我们说话。主温柔的圣灵，让我全心感受，渗透我的生命，赐下平静和安息。你是我心的满足。圣灵，求你进入我们的心。主慈爱的真理，你荣光照向我，包围我的身体，赐下平静和安息，让我感受你的爱，在我找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在我找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求圣灵帮助我们，求圣灵坚固我们，扶持我们。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主圣灵成为我们的安慰、扶持。主温柔的圣灵，让我全心感受，渗透我的生命，赐下平静和安息。你是我心的满足。
是依然扬声歌唱。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怜悯我们，拣选我们成为你的门徒。主，我们也感谢你常常用真理的灵来浇灌我们，来培育我们，扶持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在传福音的这个过程当中，即使我们遭遇了许许多多的困难险阻，甚至于我们受到许许多多的攻击，但是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扶持的灵，帮助我们可以在软弱的时候，可以再一次的抬起我们的头，可以让我们发酸的手可以再一次的被举起，让我们可以不断的向着福音的道路迈进。我们感谢你，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怜悯，以及圣灵的扶持与帮助，让你们每一个人在传福音的这个道路上都勇敢向前挺进，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让我们一起来唱最后一首诗歌，带着回家。